呢係一艘造價高達130億美元、重達10萬噸嘅核動力鋼鐵巨獸。然而喺呢個充滿重工業氣息嘅甲板正下方，卻瀰漫住一股截然唔同嘅生活氣息。嗰陣味道就係烤火雞、煎牛扒同埋啱啱出爐嘅牛油小餐包混埋一齊嘅濃郁香氣。冇錯，呢個就係美國超級航空母艦上嘅日常世界。美國海軍而家擁有11艘呢類現役超級航母。喺呢個龐然大物上，後廚團隊每日要為水兵提供總共大約93,000份餐食。淨係拎一艘航母嚟講，每日餐食預算就高達11萬美元。航母上98名廚師要供應5000名水兵一日3餐，唔單止要確保飯餸夠熱、營養均衡，甚至有時仲可以整啲令人驚喜嘅特別餐單。聽落去係咪好似一個根本冇可能完成嘅任務？佢哋究竟係點樣做到？要維持咁樣一支好似吞金巨獸咁嘅超級艦隊，美國海軍每年到底要燒幾多錢？仲有傳聞話，只要航母上食牛扒龍蝦，水兵就會絕望到喊。呢個又係咩原因？今日就帶你潛入美國最龐大嘅戰艦內部，睇盡超級航母後廚嘅饕餮盛宴。喺美國海軍入面，一直流傳住一句非常貼地嘅古老俗語，叫做好船似於好帆，意思好直接。你艘戰艦戰鬥力夠唔夠強，士氣夠唔夠高，全體底艙廚房入面嘅伙食頂唔頂得順。喺航母嗰個熱氣騰騰、鍋碗瓢盆交響樂、日夜不停嘅廚房入邊，日常掌廚大權掌握喺一班被稱為烹飪專家嘅特殊水兵手上。佢哋唔係喺街邊隨便拉翻嚟嘅臨時工，而係經過美國海軍幾個星期甚至幾個月專業封閉式烹飪同酒店管理訓練嘅精英大廚。佢哋直接決定住呢艘航母上所有食品嘅質素同安全。不過有一件極之反直覺嘅事，就係呢班大廚雖然手握大鑊產，但佢哋根本冇權決定今日中午究竟食美式炸雞定意大利粉，每日餐單食咩，完全唔係由佢哋話事。你可能會覺得奇怪，大廚連定餐單嘅權力都冇，究竟點解會咁？呢樣就要由美國海軍嗰個誇張到離譜嘅規模講起。美國海軍喺全球各大洋幾百艘艦艇上，長年部署超過30萬名機長碌碌嘅水兵，要為咁龐大而且分散喺地球唔同角落嘅人群，每日供應3餐，仲要確保補給線絕對唔可以出任何差錯。如果俾每個廚師自己放飛自我咁去買餸定菜譜，咁後勤部門估計1日之內就會全面崩潰。為咗簡化呢一場堪稱地獄級嘅後勤噩夢，美國海軍最高指揮部製出咗一項終極武器：21日循環餐單。呢個到底係咩神仙操作？簡單嚟講，無論呢個水兵係正跟住福特號航母喺太平洋乘風破浪，定係正宿喺一艘瀕海戰鬥艦入邊喺冰冷嘅大西洋巡邏，只要今日日曆上面寫住晚餐食香辣烤雞翼，咁同一時間，全球所有美國海軍艦艇上都會同步上演一場前所未有嘅全球雞翼大派對。呢套高度統一嘅全球菜譜，正正就係美國海軍可以喺世界範圍內大規模統一採購、統一定價，並且向分散各地嘅艦隊精準配送食品嘅最核心動力。統一餐單即係代表統一食材標準。後勤補給船隻需要好似一部無情搬運機器咁，按計劃將標準化急凍雞翼送上戰艦就得。當然，除咗方便買餸之外，呢套21日循環餐單仲肩負住極之嚴肅嘅營養學任務。美國國防部真係操碎晒心，務求確保每一位水兵每日都可以攝取到極之精準嘅卡路里同營養元素，借此最大程度優化佢哋嘅體能表現。根據軍方發佈嘅營養指引，男性水兵每日標準熱量攝取目標係2850卡路里，差唔多等於一個人要食5個巨無霸漢堡嘅熱量，而女性水兵就係2100卡路里。呢份厚厚嘅營養指引就係制定呢份全球餐單嘅唯一聖經。廚師們必須喺呢個框架之內嚴格計算脂肪、鈉、蛋白質嘅比例，仲要顧及各種食物敏感同宗教飲食禁忌。當然喺唔傷筋動骨、唔大幅改動整體指標嘅前提之下，艦上大廚都可以喺餐食入邊稍為加入少少自己嘅心思，例如多撒啲黑椒，或者將薯蓉整得再滑啲。平時食大鑊飯就算，但一去到節假日，航母上面嘅規矩就完全唔同。為咗安撫呢班長年漂泊喺外嘅水兵，伙食標準會迎嚟一次質嘅飛躍。好似感恩節嗰陣，最新一代嘅福特號航母可能會直接搬出成百上千隻
焗到金黃香脆嘅超大火雞，而老牌尼米茲號航母就可能會豪氣咁為全體船員提供牛扒加龍蝦味嘅頂級雙拼套餐。去到呢個時候，一個極之敏銳而且關鍵嘅經濟學問題就會浮上水面。稍為有啲常識嘅人都知道，一份高質素嘅牛扒加龍蝦套餐計落成本大約要$25，折合人民幣接近180蚊。相比之下，一隻體型龐大，起碼夠6個大隻佬食到飽嘅完整烤火雞，總成本都只不過係$20至$30。換句話講，食龍蝦嘅成本係食火雞嘅幾倍。唔通尼米茲號嘅艦長真係可以咁任性，淨係一餐節日晚飯就用到福特號幾倍嘅預算咩？事實上，美國國防部條數計得精過任何人，佢哋對軍隊膳食標準早就有一套極之嚴格而且精密嘅規劃。呢度要引入一個概念，叫做基本每日伙食津貼。呢個就係軍方規定好，每人每日買餸食飯可以用到嘅最高金額上限。美軍各個軍種每個季度都會根據通脹率同物價指數重新公布一次伙食津貼標準。呢個金額唔係拍個腦袋就諗出嚟，而係根據軍方同各大食品服務供應商嘅採購成本，經過精密計算之後得出。我哋可以睇一組好直觀嘅數據。去到2024年年底，陸軍嘅基本每日伙食津貼顯示，駐紮喺美國本土基地嘅士兵每日平均餐費標準係$19.55，大概即係140幾蚊人民幣。而嗰啲駐紮喺海外或者漂浮喺海上嘅大兵，因為後勤運輸成本更高，生活更辛苦，所以津貼會提高到大約$24.7。喺海軍內部，每一艘戰艦都會有一個被鎖死嘅每日伙食總預算，計法簡單直接，就係用艦上當日人數乘以當前嘅基本每日伙食津貼。我哋就以一艘滿載狀態嘅超級航母嚟計一條數。假設呢艘航母上有5000名船員，每人每日伙食津貼當作$22，咁呢艘航母當日嘅伙食總預算就會非常精準咁定格喺$11萬左右。呢個計數遊戲1年365日都不停運作，最後就組成咗呢艘戰艦龐大嘅年度伙食預算總盤子。艦上每日食掉嘅每一塊麵包、每一滴牛奶、每一塊牛肉，都要喺當日預算入邊1毫子不差咁扣除。到年底做財務結算嗰陣，航母餐飲主管嘅終極目標就係將全年預算用到唔多1蚊，亦都唔少1蚊，藉此確保船員利益最大化。咁講翻牛扒龍蝦嗰個問題，如果喺節日或者某啲特殊情況之下，航母大廚真係安排咗一餐極度豪華嘅牛扒龍蝦盛宴，直接搞到嗰日伙食費嚴重超支，咁點算？答案好簡單，羊毛出喺羊身上，佢哋只需要喺全年其餘嗰啲平淡日子入面，靜靜地將呢筆超支慳翻出嚟就得。例如話喺食完龍蝦之後，接落嚟嗰幾個星期，水兵們可能會驚恐咁發現，餐盤入面嘅靚肉變少咗，取而代之嘅係平價嘅水煮粟米同夠飽肚嘅薯仔。講到牛扒同龍蝦呢件事背後，其實仲藏住一個喺美國海軍入邊極之出名嘅地獄笑話，喺幾十年前甚至一直延續到而家。如果航母上嘅水兵喺某個唔係法定假期嘅平常日子入邊，突然喺飯堂取餐窗口見到滋滋冒油嘅高級牛扒同埋巨大嘅紅海龍蝦味，你估佢哋會有咩反應？係咪會開心到跳起？啱啱相反，成個飯堂嘅氣氛會一瞬間跌到冰點，有啲人甚至會即場掟低叉，開始嘆氣。點解？因為呢一餐突如其來嘅驚喜大餐，往往伴隨住一個極之令人絕望嘅噩耗。呢個即係話，佢哋原本計劃好嘅返航日期被無情咁取消咗，海上部署任務將會無限期咁成倍延長。軍方高層非常清楚長時間漂泊喺海上會點樣摧殘士兵嘅心理，所以每逢有呢啲差到極點嘅消息要宣布之前，就會預先用高級美食戳住大家把口，試圖用高熱量去安撫低落士氣。呢種飯被水兵苦笑住叫做壞消息晚餐。我哋再睇翻開頭嗰個誇張嘅93000份餐食究竟係點樣計出嚟？以福特號超級航母為例，呢艘巨艦本身嘅艦員編制大約係2500人，加上隨艦出征嘅龐大航空聯隊，亦都有2500人，總數啱啱好大約5000人。呢5000張口，每人每日雷打唔喐都要食1日3餐，咁已經係每日15000份餐食嘅恐怖消耗量。而美國有11艘呢類航母，如果將佢哋全部當作滿載狀態，每日餐食消耗量就會去到驚人嘅16500份。不過
現實世界嘅運作冇咁理想化，唔係全部11艘航母都會喺同一時間滿載5000人喺海上周圍走。通常情況下嘅兵力部署係咁樣，海軍大概會有3艘航母，長期處於全員滿編嘅海外戰鬥部署狀態。另外4艘航母就會處於休整同部隊級訓練認證階段。呢個時候，艦上大概只有2500名本艦水兵，航空聯隊只會上艦大約500人做起降演習。至於剩低嗰4艘航母，就會靜靜咁停喺造船廠嘅鋼船塢入面做大修同更換核燃料。呢個時候，艦上只會留低極少數留守人員，大約750人左右。另外，航母係一座24小時不停運作嘅不夜城，所以食飯時段好多時都會重疊。例如喺上早更同落夜更交接嘅時間，2個更次嘅人都會一齊湧入飯堂食飯。而且除咗平時一日3餐之外，航母上仲有一餐非常特別嘅宵夜，喺水兵行內話叫做 mid-rest。呢餐通常會喺夜晚11點到凌晨1點之間供應，專門用嚟慰勞嗰啲喺漆黑甲板上頂住寒風幫戰鬥機掛炸彈加燃料嘅夜更地勤人員。所有呢啲動態人數、值班交替同埋一日4餐嘅因素一層疊一層，經過精密嘅後勤算法統計之後，最後就得出咗我哋開頭嗰個令人咋舌嘅數字：11艘航母每日總共要提供大約93000份餐食。咁究竟可以容納到咁恐怖產能嘅航母廚房入邊，實際上係咩樣呢？喺比較舊式嘅尼米茲級航母上，全艦一共分散設置咗5個廚房，而喺最新嘅福特級航母上，設計理念就變咗，廚房被集中成2個極之龐大嘅綜合炊事艙。只要你一踏入呢個區域，迎面撲過嚟嘅就係高溫、水務同埋工業機器運轉嘅光明星。呢度嘅每一個炊事艙都配備咗你喺普通民用餐廳入邊絕對見唔到嘅工業級烹飪設備。最吸引眼球嘅就係一排排巨型蒸汽甲套鍋。呢一種鍋究竟有幾大？佢嘅容量高達60加侖，大約227升。呢個體積差唔多等於可以直接裝滿你屋企個浴缸。呢種巨型蒸汽鍋係航母上面烹調流質食物同煮食嘅絕對主力。佢嘅原理非常巧妙，唔係用明火直接煮，而係利用航母核反應堆產生出嚟極之充沛嘅高溫蒸汽，喺鍋底雙層甲套入面高速循環，從而做到均勻而且快速咁加熱鍋入面嘅食物。大廚們就係用呢種好似浴缸咁嘅鍋嚟煲湯、煮意粉，甚至大量燉煮幾百斤雞肉，效率高到嚇人。除咗巨型湯鍋，廚房入邊仲橫放住極之闊落嘅大型煎烤台。呢塊鐵板大到簡直可以喺上邊打乒乓波。佢主要用嚟快速煎炒大量蔬菜，或者漢堡日嗰陣同一時間翻煎成百上千塊滋滋冒油嘅純牛肉漢堡扒。而旁邊企喺度嗰啲工業級焗爐更加大到誇張。每到晚餐時段，呢種焗爐入邊都會焗出一堆堆極受水兵歡迎嘅香甜小圓餐包。試幻想一下，如果要靠人手去搓出足夠5000人食用嘅麵團，唔單止會速到廚師手都斷，效率亦都根本追唔上。所以呢啲現代化戰艦上面都標配咗全自動麵團滾圓機。烹飪專家只需要將成百上千斤麵粉同水倒入攪拌機，混成巨大麵團，然後再用刀切成大件掟入滾圓機入邊。幾分鐘之內，部機就會好似吐波咁，精準噴出成百上千個大小極之一致、圓潤飽滿嘅麵團波，直接送入發酵箱。呢啲冷冰冰嘅鋼鐵設備固然強大，但航母伙食系統真正嘅靈魂，始終都係嗰啲喺幕後搏命工作嘅人。毫不誇張咁講，航母上最辛苦、最拎，每日身上味道最重嘅兵種，絕對就係廚房入邊呢一班廚子。佢哋負責將海量急凍食材搬運、備料，喺高溫之下煮食，仲要喺食完飯之後進行沒完沒了嘅瘋狂清潔，全部都係極之繁重嘅工作。為咗確保5000人朝早6點可以準時食到熱辣辣嘅煎蛋同香腸，呢班大廚每日凌晨3、4點就一定要強行由被窩入邊爬起身，着上白色廚師服開工。等到午餐戰役啱啱打完，下晝都未得閒啱足一啖氣，佢哋又要馬不停蹄咁開始準備晚餐嗰批龐大食材。喺航母上，唔同食物所花嘅時間完全唔同。煮一煲湯相對嚟講算係比較簡單嘅體力活，因為喺呢個工業廚房入面，煮一細鍋10人份嘅湯同煮一大鍋1000人份嘅湯，喺操作難度上其實唔係差天共地，無非都係多倒幾袋材料落去。但係要精細化咁服務5000個人，
就代表廚房入面一定要塞滿足夠多幫手。喺福特號航母上，單係正式嘅烹飪專家就已經高達98名，而淨係艦去前部綜合炊事艙入面就已經塞咗16名初級烹飪專家同54名負責打下手嘅勤務兵。講到呢度，你可能會好奇，水兵喺航母上食飯最大嘅抱怨係乜嘢？係咪啲飯餸太難食？其實又唔係。美國海軍嘅伙食標準喺全球軍隊入面絕對算得上名列前茅。水兵最痛苦、最經常嘅抱怨，其實係當佢哋經歷完漫長排隊，好不容易終於輪到自己打飯嗰陣，餐盤入面啲食物一早已經凍晒。航母上嘅空間寸金尺土，就算係大型餐廳，都冇可能同一時間容納5000人食飯。所以每逢食飯時間，餐廳門外嘅走廊就會排起一條長龍。就算你辛辛苦苦終於打到飯，捧住個餐盤喺擠迫嘅餐廳入面兜咗半日，都好大機會根本揾唔到一個空位坐低慢慢食。好多水兵為咗趕住去交更，只可以捧住個盤喺角落頭求其揾個位企喺度狼吞虎咽。而喺水兵食飯嘅同一時間，廚房入邊嘅洗碗團隊已經喺度瘋狂操作住大型傳送帶式洗碗機，清理堆積如山嘅餐具，為緊接落嚟下一餐爭分奪秒做準備。喺成個航母餐飲組織架構最頂層，每一艘艦船都會設立一名權力極大嘅餐飲主管。呢個人簡直就係航母上餐飲界嘅總管，全面負責由長期菜譜規劃制定、全球供應鏈食材採購到上百萬美元伙食預算管理等等各方面工作。直接向呢位主管匯報嘅就係被稱為首席烹飪長嘅資深士官。佢主要盯住炊事艙日常整體運作同埋精密嘅財務成本核算。喺佢手下仲設有炊事艙主管、直更場、記錄員等各種細分崗位。喺呢套系統入邊，仲有一個極低調但係權力非常大嘅角色，佢就係倉儲管理員。佢哋係呢座海上浮動堡壘入邊所有維生補給品嘅絕對把關者，手上攞住幾層樓高級凍庫、冷藏室同乾貨儲藏室大門嘅鎖匙。每次煮飯之前，佢哋都必須非常刻板咁，根據標準化食譜卡，精準計算出今日要由庫房拎出幾多斤牛肉、幾多袋麵粉。佢哋要用嚴密帳本追蹤每一件由儲藏室發出去嘅物資，杜絕任何浪費同流失。另外，佢哋仲肩負住一項極之危險嘅物理挑戰，就係確保當船隻遇上極端惡劣海況，出現劇烈搖晃嗰陣，所有儲物擋板都安裝得穩穩陣陣，防止嗰啲重達幾百斤嘅急凍肉箱由高處跌落嚟砸傷人。講到儲存物資，一個巨大嘅物流學問號就擺喺我哋面前。5000人每日瘋狂消耗成噸成噸食物，航母又唔可能好似我哋平時咁隨手叫個外賣。咁如此海量嘅物資，究竟係點樣喺前唔着村後唔着店嘅大洋深處源源不絕送上航母？呢個就係美國海軍後勤供應鏈入邊最驚險刺激，亦都最核心嘅一環——海上補給。通常情況下，航母編隊大約每隔1個星期就要進行一次大規模物資補給任務。當體型龐大、裝滿物資嘅快速戰鬥支援艦同航空母艦喺茫茫大海準時會合嗰陣，一場刀尖上嘅海上芭蕾就正式開始。運送物資嘅方式主要分做2種操作。第一種叫做垂直補給，幾架重型運輸直升機會喺補給艦同埋航母飛行甲板之間來回穿梭。佢哋機腹下面吊住巨大貨網，網入面裝滿幾噸重嘅麵粉、廁紙或者罐頭。直升機必須喺航母以大約20節速度航行嗰陣，精準咁將呢啲物資懸停，再投放去甲板指定區域。成個過程充滿住震耳欲聾嘅旋翼轟鳴同埋巨大下洗氣流。而第二種方式就更加驚險，叫做航行中補給。喺呢個環節入邊，補給艦同航空母艦呢2艘排水量加埋超過15萬噸嘅超級巨獸，必須喺波濤洶湧嘅海面上保持絕對平衡嘅航向同埋完全一致嘅速度，而且兩船之間嘅距離只係維持喺驚人嘅幾十米闊。一旦稍為操作失誤，2艘巨艦就會因為流體力學效應吸埋一齊，發生災難性碰撞。喺確認平穩並排航行之後，水兵會用拋艦槍將粗大鋼艦射去對面。之後，一套極之複雜嘅纜索系統就會喺2艘船之間架設完成。呢一套系統會將打包好嘅巨大貨盤由補給艦上一盤接一盤咁凌空滑送去航母甲板上。喺進行固體物資補給嘅同時，2船之間通常仲會接通幾條粗大嘅黑色高壓軟喉，以驚人流量同時向航母輸送戰鬥機急需嘅航空燃油。而喺航母呢一邊，接收物資嘅水兵根本冇時間欣賞呢個壯觀場面。
佢哋必須爭分奪秒，瘋狂拆解啱啱落到甲板上嘅沉重貨盤，仲要喺風浪之中將成噸洋蔥、凍肉同咖啡豆分類，快速推去航母內部特製貨運升降機上面。呢批物資會沿住升降機深入航母腹部，最後穩穩陣陣咁放入各級儲藏室入邊。呢度一定要講一句，喺航母上消耗量最大，亦都最唔可以缺少嘅一種補給物資，其實根本唔需要靠補給艦運送，嗰就係淡水。呢樣要多得航母內部極之硬核嘅核動力系統。航母配備咗效率非常高嘅海水淡化系統，呢個系統就好似一部唔識巡嘅超級淨水器，日以繼夜咁將鹹澀海水煮沸蒸餾，轉化成極之純淨嘅食用水。正因為咁，航母擁有接近無限嘅淡水供應能力。呢個唔單止完美解決咗5000名船員每日日常飲用、刷牙洗面，甚至痛痛快快沖熱水涼嘅龐大需求，更加保證咗艦上幾十架極之嬌貴嘅艦載機喺執行完任務之後，每日都可以舒舒服服咁用淡水沖個身，洗走機身上面嘅鹽分，防止金屬腐蝕。喺枯燥壓抑而且一眼望唔到盡頭嘅海上漂泊生涯入邊，食物同飲品往往就成為調節大兵脆弱神經嘅最後防線。除咗前面提過嘅壞消息牛扒晚餐，航母上仲有一啲極之特別嘅飲食傳統，例如喺平時日子入面，甜品尤其係冰凍爽口嘅雪糕，喺美國航母上依然被視為一種極度罕有嘅奢侈品。呢個唔係因為軍方賣美雪糕，而係因為呢種好容易溶嘅甜品需要佔用冷凍庫入邊極之寶貴嘅大量空間。喺戰備狀態之下，冷凍庫每一寸空間都應該留俾可以提供硬核熱量嘅肉類，所以通常只有喺7月4日獨立日、感恩節或者聖誕節呢啲極之特別嘅場合，廚房先會大發慈悲供應雪糕。另外喺極度禁欲嘅美國海軍入邊，仲有一項叫做啤酒日嘅狂歡特權。自從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當時美國海軍頒布咗極之嚴格嘅禁酒令之後，酒精飲品就幾乎喺所有美國海軍艦艇上徹底絕跡。不過規矩係死，人係生。如果一艘戰艦因為任務極之繁重，喺海上連續航行超過足足45日，中間完全冇任何靠港休整機會，而且短時間內依然冇辦法返航，咁艦上指揮官就會向上級申請一份特別授權。喺獲得批准之後，航母就會迎來令全艦陷入瘋狂嘅啤酒日。到時所有水兵都可以名正言順咁行上飛行甲板，一邊吹住海風，一邊享用軍方按規定配發嘅2罐凍啤酒。當然啦，喺嗰個混亂又歡樂嘅甲板上，總會有啲醒目仔透過各種私下交易，偷偷地再多飲幾罐。喺航母熱鬧嘅餐廳入面，當你捧住餐盤四圍揾位坐嘅時候，你會發現一個極之突兀嘅角落。喺絕大多數美國海軍艦艇嘅餐廳入邊，永遠都會固定擺住一張細細嘅空台。呢張台布置得非常講究，鋪住潔白嘅台布，但周圍永遠只會留翻一張空凳，上面仲會拉起一條紅色隔離帶。任何人都絕對唔可以坐喺呢個位度食飯。呢張神秘嘅台叫做戰俘與失蹤人員紀念台。佢唔單止係一件擺設，台上面每一樣物件都喺沉默之中訴說住千言萬語，承載住非常沉重嘅象徵意義。嗰張永遠空住嘅凳，象徵住呢個位係留俾嗰啲喺歷次戰爭之中至今仍然下落不明或者被俘虜嘅戰友。台面上倒轉擺放嘅玻璃酒杯，象徵住佢哋而家已經冇辦法再舉杯暢飲。碟上面放住嗰一片薄薄嘅檸檬，就提醒住活落嚟嘅人，千祈唔好忘記嗰啲被俘者正經歷緊嘅苦澀命運。而撒喺碟上面嗰撮白鹽，則代表住嗰啲苦苦等候佢哋翻嚟嘅家屬所流落嘅無盡眼淚。呢張台雖然只係為某一個唔存在喺現場嘅人而設，但佢就好似呢艘鋼鐵巨獸其中一道靈魂錨點，承載住成個國家嘅希望同祈禱。講完食飲拉撒同情懷，我哋終於要開始硬核計數，支撐起呢一切到底要幾多真金白銀？商業巨頭埃隆馬斯克曾經喺公開場合毫不留情咁批評話，美國國防部嘅預算簡直高得誇張，每年燒掉納稅人上萬億美元，甚至而家美國國債每年嘅利息支出都已經超過咗國防部部署嘅總體預算。呢個係一個極之恐怖嘅數字。喺呢筆驚人巨款入面，為咗維持呢支稱霸全球嘅無敵艦隊，美國海軍每年要投入大約600億美元嘅專項資金去營運同支援旗下接近300艘唔同類型嘅艦艇。
呢個就係點解喺今時今日呢個世界上，雖然邊個都知道航母係好嘢，但真正養得起，而且可以長期支撐住呢種超級艦隊運作嘅國家，一隻手都數得晒。呢個就係超級航母底下嘅真實世界，佢一面係令人恐懼嘅戰爭機器，另一面就係精打細算、充滿油鹽醬醋味道嘅海上流動小鎮。喺幾百億美元嘅宏大敘事之下，真正支撐住呢支無敵艦隊嘅，其實依然係嗰啲凌晨3點起身喺焗熱廚房入邊搓住麵團，心入邊只係渴望可以早啲翻屋企食翻餐住家飯嘅普通打工人。呢度係伙食天與地。若你中意我嘅影片內容，歡迎點讚訂閱。